两个相爱的人本来就应该做伙啊。我无顾一切爱阿成，阿成无顾一切爱美惠。我希望我后世人的每一天哦，都会当有你来作伴。一个接一个的承诺，你能维持多久？自头到尾，阿成爱的就是美惠，也毋捌变过啊。安尼你就离婚嘛，你就娶美惠啊！你看我就是决定哦，我这世人我要好好对待阮某。我是安怎爱为着一个心无伫我身上的人婿，用这么多困难去甲伊留落来？伫外口的人想要入来，伫内底的人想要出去。啊，你要跟我结婚，是不是因为我的钱？外口人就是要骗你的钱啦，伊咧骗你的钱，啊，我是咧趁钱给你呢。至少啦，你会听我讲话啦。你会娶哈，你是因为你真正爱，还是因老好呀？结婚以后，我才知影，翁婿的需要若是无成功，毋是用钱就会当解决的。啊，若是用爱吼，我嘛毋知我会当等偌久。我出婚啊！这个世事吼变化有够大的啦。我希望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，好不好？奇怪，伊咧无甲我讲。不是啊，伊是有啥要甲你报告？对啊，你也毋是教官，啊你也毋是因爸爸，啊你讲是里长，你到底是啥？我是叫你莫真管他。啊，家己应该哦泡一杯咖啡啊。我无听到志涵的翁这四个字，若我听到，我会甲伊离婚。一世人甲你做伙吼，迄就是小出来愿望啦。但真可惜，我的愿望甲小出来有淡薄无共。我毋是一个有才情的人，我配袂起你，你就莫浪费时间啊啦。没有我啦，对的时阵遇到对的人，迄个人就是你的。靠厝两个人真正相爱，你敢会成全伊？伊也公演的迄个剑，是我活的。哦，阮朋友的啦，摕2个呢。